来继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劳动基金查远东百汇股票的弊案，除了进前已经向收押禁见的5个人之外，检察官昨来发动第4波的行动，这届锁定疑似受到劳动部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指使的统一投信的资深副总、经理人甲研究员。 因为牵涉到背信、证交法甲贪污罪，各方发现甲重要的消息来拆掉，恐惊会来湮灭证据甲串口径。检察官已经向法院来申请收押禁见。有朋友有来文做什么事情？他给你什么好处？有接受招待宴饮吗？已经伫无啊挂嘴暗，规定用手查面的是统一投信公司副总经理阙志昌。伊去检方调查出，敢若配合杨乃文操完备股票，是第4波约谈行动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经理人和研究员。你们接受杨乃文的指示买原版的股票啊？ 劳动基金查完备股票弊案，保家执行长董楚烈和投资主管区务员，约前劳动部劳金组长杨乃文只是代替更上落单，豪华投资长曲明强、基金经理刘建贤都互压起来。研究员陈秋伦50万交保，检察官扩大调查，发现统一投信资深副总阙志昌有管理专权的权力。 杨乃文违法讲大量买完备股票，而且因大所在和办公室，统一投信除了副总，还有2位经理人和1位研究员的手机资料，拢有重要消息互提掉，有湮灭证据和盗空的嫌疑，全部拢互压起来。